每年的秋冬季节是进补养生上好的时机。夏都成立结合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8年药膳品牌博仁堂，以及美食达人蔡继芳的合作，推出兼顾美味佮着养生的创新订补的料理。9号上午，包括市长王伟铁、市府观光旅游局的副局长拢到场，为活动来宣传并且鼓舞。揭开城市百味，实地夏都我们海鲜系的炖补就正式开始。感谢夏都以及张主厨能够提供这么好的地方，也感谢我们这个周董博仁堂在我们兼顾美味又兼顾这个食补的时候，能够来推荐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食谱。好，那过去大家知道食谱不是补鸡麻油鸡啦，什么什么鸡啦，不就什么鸭啦，什么羊肉啦，但是海鲜食补这个是很厉害的就不会燥热，不会这个让你这吃了以后哇不辛苦，光等你安尼对人困不起所以来我们诚实还会来吃最厉害的我们海鲜食谱，那就是我们而且是满满的台南味，满满的台湾味。市长表示，传统的进补拢是以鸡甲着羊肉为主，而海产的食补唔但营养丰富，而且佮清爽袂涩。加上今年的菜色，佮融入台南的农渔产，以及传统的小食牛肉汤，大家消费者前来品尝。像今天呢，现场入秋了，所以像平常我们看到的唐扬鸡就是炸鸡，但是就用了这个节令关田的这个菱角，然后主厨把它炸了，然后还加上了博仁堂很棒的五香粉，然后提味放进来，然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食养，然后取在地物产的很好的表现。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很多人来到台南都想要去喝一碗牛肉汤，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牛肉汤里面前面加上了有赤黄豆，那这是在种稻田的时候停耕的时候，它会放上了这种杂粮，那把这个黄豆它有植物性的蛋白炒香了之后，再熬这个汤再来冲牛肉，然后配上了这个季节的大白菜，你就发现这碗牛肉汤跟外面喝到的牛肉汤又不一样，你就感受到了这一碗牛肉汤它特别的美味，它又是不一样的一个补养。餐饮业者表示，这届的美食飨宴结合府城补一碗大房的专案，对今日起到12月底限量来推出，宾客会用选择双人或者是家庭的房型，搭配2客诚实百汇海鲜炖补的主题暗顿，将敬上博仁堂的乌汤姜母茶为旅客来暖心。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